3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一块来听好歌。这是歌手林玉婷担任山狗大后生乐团的主唱兼团长。她不仅是一位音乐创作人，还演出客家戏曲，主持客语广播节目，是一位全方位的艺人。为了客家，她是全心的来投入。长相甜美的林玉婷，清新的嗓音很疗愈，被誉为客家新生代里相当亮眼的一颗星星。在山狗大后生乐团当主唱兼团长，让林玉婷的音乐路更宽广。他们创作的歌曲有客家道地的用语，也有俚语，曲风更是多元。特别的是，他们擅长把传统跟流行结合，像山歌也能够变成客家新音乐。刚好我的工作能够接触许多前辈，那无论是我在做电视或广播，或者是我在歌唱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前辈能够学习，那我就会看这些前辈他们怎么来演绎这些属于他们这个年代的东西。那到我们这个年代，我们怎么样去重新诠释？我自己是客家人，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，在新竹竹东，所以讲客家话说客语是我很自然的，很希望自己能够为自己的母语文化在做什么。林玉婷是客家歌手，是创作人，走进录音室又成了广播节目的主持人。山歌的这张专辑呢，叫做《山歌葱来闹脸脸》，山歌唱来闹。他入围了第25届，还有23届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，夺下2011年童花创作大赛第1名，拿到台湾流行原创音乐大赛优胜。林玉婷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艺人。他说，在客家大道上，他会不断的往前迈进。就是会一直唱歌，然后会继续写歌，然后会教我的小孩讲客家话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生活。音符像一湾沁凉小溪，流过山歌缭绕，经历在地客庄，偶尔踩着流行的节拍，跟着天使般的歌手唱课，涓滴积累，竞赛场上桂冠加持的感动时刻。